Hello，大家好，我係輔政師 Johnny，我係抗病治抑鬱病研究系列嘅作者。我自己本身都係一名既資深又專業嘅抑鬱病病人，患上抑鬱病亦都已經超過30年啦。我去寫抗病治嘅目的就係希望可以徹底解決抑鬱病。大家好。上一條片就講咗我嘅病變過程，關於我老豆嗰一邊嘅事情啦。而喺我嗰個病變嘅過程裏邊，第二件好重要嘅事呢，就係喺呢段時間裏邊，我暗戀上一位陌生少女，我完全係唔認識佢嘅。咁呢一條片咧就大概會介紹一下喺嗰段時間一啲好重要嘅時間點啦。同我介紹我老豆嗰個對我嘅影響係一樣啦，即係時間點同埋文字嘅記錄係好重要嘅。咁喺呢一件喺暗戀上陌生少女嘅呢一件事裏邊，好重要嘅時間點呢，就大概有5個嘅。咁第一個時間點呢，就係1989年嘅10月。咁1989年嘅10月呢，就係我遇上呢一位陌生少女嘅第一眼啊！咁由見到佢嘅第一眼開始，我就對於呢一個女仔係一見鍾情。而第二個時間點呢，就係我自從見到佢一見鍾情之後呢，我開始喺放學嘅時間，喺我自己住嘅大廈啦，亦都係呢一個女仔居住嘅大廈嘅 lift 口度等佢放學。咁但係可惜嘅時候就係大廈有2個 lift 口，一個喺東邊，一個喺西邊。我唔係好經，我係經常都等唔到佢。咁但係呢段時間對我嚟講都係幾痛苦。第三個時間點呢，就係1990年嘅2月14日情人節。我決定喺情人節裏邊喺佢居住嘅層數嘅樓梯口等佢，希望呢一日可以同佢表白。但係最後我係等佢唔到，我都係失敗嘅。第四個時間點呢，就係1990年嘅3月。咁我喺之前嘅片裏邊都提過啦。喺1990年嘅3月裏邊呢，有一個校內嘅中文作文比賽，嗰個題目就係一個對我最有影響力的人。咁我喺呢一個比賽裏邊寫嘅第一篇文章呢，就係寫我點樣去苦戀呢一個女仔，但係到最後就係乜嘢結果都冇。我喺苦戀佢嘅時候，其實我係有好多時候係覺得自己有 energy 係被激發去發奮去做好自己，希望可以準備一個好好嘅自己去結識佢。但係苦於我根本就冇機會去結識佢。第5個時間點呢，就係1990年嘅5月，就係我開始寫日記嘅時候。而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我開始寫日記嘅時候，我第2篇開始認真去寫日記嘅時候呢，第2篇日記我就花咗1個下晝去將我對於呢一位陌生少女相遇嘅經過係回顧咗一次，寫咗一篇好長好長嘅日記啊。咁呢5個時間點呢，就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亦都係我相信就係喺呢一個時間，呢一個時期裏邊，1989年，我成日講啦，8、9月，去到呢一個1990年嘅3、4月呢一個時間裏邊，就係我病變嘅時間。我病變嘅時間裏邊，我呢一個
暗戀上呢一位陌生少女，呢一件係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咁我有啲乜嘢嘅重要嘅文字記錄呢？關於呢一件事，我第一次見呢一個女仔時間呢，就大概喺1989年嘅10月啦。喺1989年嘅11月尾，我學校裏邊又開始第一個嘅考試啦。咁喺呢個第一個嘅考試裏邊呢，中文作文考試，我就就住嗰個題目一件難忘的事，個題目就係一件難忘的事。我就住呢一個題目呢，就寫咗我同呢一個陌生少女相遇嘅呢一件事。咁所以係一個重要嘅文字記錄啦。時間就係1989年嘅11月尾，我就係記錄翻1989年10月發生嘅同呢一個陌生少女相遇嘅呢一件事。而第二呢，就係1990年3月呢一個作文比賽啦。喺呢個作文比賽呢，我亦都記錄翻呢，就係情人節表白失敗之後，我好失望，我好失落嘅呢一個咁嘅身心嘅狀態啦，喺呢篇文章裏邊就寫低咗啦。而第三個好重要嘅文字記錄呢，就係1990年5月11日我寫嘅第二篇嘅日記。第二篇嘅日記呢，就記錄咗由89年10月去到90年5月呢段時間，究竟我同佢之間嗰個嘅情形係點樣樣呢？我點樣去苦苦暗戀佢呢？點樣去嘗試曾經去認識佢，但係行動係冇結果啊！咁啊，裏邊就係包含住好多嘅資料啦。咁喺呢一度呢，亦都可以再次去強調一樣嘢啦。如果唔係有文字嘅記錄，如果唔係有日記，唔係有以前作落嘅一啲嘅文章，呢一件事發生喺1989年，距離依家2025年係相差咗36年啊！相差咗36年。如果單憑我自己腦袋裏面嘅記憶，呢件事會變得係好含糊咯。呢件事可能好多嘅細節都會係冇咗咯。咁但係如果我就住呢一啲記憶印象去推敲，佢係一個抑鬱嘅源頭，抑鬱嘅開始，會好含糊。但係好幸運地，我係有以前嘅文章同埋日記嘅記錄，所以呢一件事去到今日都可以話係相對嚟講係一個比起純粹記憶清楚清晰，包含住好多細節嘅一個嘅圖像啦。喺呢一度可以簡單去講下，關於對呢一個陌生少女嘅文字記錄，我大概都應該會喺下一條片就開始去講下嘅。咁剩翻落嚟呢個時間呢，我想大概講下呢，就係一個概略啦。暗戀上呢一個陌生少女，原本係一件歡天喜地嘅事嚟嘅。我喺日記裏面嘅記錄呢，就係當我見到呢一個女仔，當我深深俾佢吸引住嘅時候，我第二日返到學校，我真係歡天喜地咁樣樣去同我最好嘅朋友去講返，我遇到我人生裏邊我中意嘅女仔啦。雖然可能只係我係俾佢一種嘅感覺吸引住，我完全唔認識佢，但係我覺得佢就係我想要嘅人選啊！咁但係跟住落嚟，我好想再見到佢。因為我對佢一無所知，而我能夠做到嘅嘢就係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就去返我之前遇到佢嘅地方嗰度出現，
希望佢又可以咁幸運，或者係佢又可以，即係我又可以咁好彩喺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時間裏邊再一次同佢相遇。所以之後嘅一兩個月，我係經常喺放學之後嘅時間，我係再次出現翻，即係喺翻我自己大廈嘅其中遇到佢嘅嗰一個嘅 lift 口嗰個嘅時間裏邊，我係再次去等佢。我等佢我等佢放學，再次等佢，希望可以再次見到佢嘅呢一個舉動。我差唔多都堅持咗一兩個月啊！只要放學一有時間，我就嗰段時間就出現喺嗰個 lift 口嗰度。但係等到佢出現嘅機會嘅次數係極少，而似乎好快脆，好快脆。因為呢一個長期帶住嘅希望，好渴望，又長期嘅見唔到，好失望。我亦都喺呢一種拉扯嘅痛苦裏邊，我好快脆覺得自己係長時間停留咗喺一種憂愁嘅情緒裏邊。好快脆每每就係想起呢個女仔，我就伴隨住一份嘅憂愁，因為佢好似係我心裏邊嗰份嘅渴望，佢亦都好似係我永遠都唔會接觸得到嘅嗰份嘅渴望，好似變成為一個永遠嘅失望。而去到我寫抗病之2嘅時候，我再將呢一個嘅經歷詳細分析之後呢，即係好有趣嘅地方就係，我漸漸發現就係，我即使係當其時我對住佢嘅嗰一份嘅感覺，可能唔係愛意，可能係一份病態嘅空虛。咁今日同大家就講到呢一度為止啦。下一次我就嘗試去同大家分享下，對於呢一個陌生少女，我留低落嚟嘅文字記錄究竟係點樣樣。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研究抑鬱病，支持我繼續寫，支持我出版，支持我往後嘅交流嘅活動啊！咁我亦都希望希望徹底解決抑鬱病嘅呢一個希望目標可以早日達成。多謝大家。